早，你的信心就爱来充满阮，因为我要向你来宣告，我要接受你的呼召，我要成做你荣耀的器皿。主啊，请你用你的气力，就你的祝福，会使祝福伫阮每一个人的身躯顶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继续要用诗歌，我们来敬拜你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举起咱的双手，咱来敬拜咱的神。 上帝绝对袂予咱来到伫这个世间，然后空度这个空虚的日子来行过一生。上帝要予你的，毋是为着你的家庭来着磨难命，上帝要用你来为着伊所创造的地上、所创造的百姓来祈祷。阿们吗？所以咱每一个人拢充满着上帝气来甲伊个价值。咱这个时，咱要来为着咱的世界这个疫情来祈祷。咱知影这个疫